各位早晨，今日8月17號星期六，歡迎收睇香港早晨。早晨，善珍。早晨，嘉怡。嚟到週末咧，天氣好似都未好翻喎。係啊，咁啊，現時咧雷暴警告咧都係現正生效，預測都係多雲㗎，間中有雨咧，同埋有幾陣嘅狂風雷暴，雨勢咧係有時頗大，最高氣温大約係29度，吹和緩至到清勁嘅偏南風，風勢有時疾勁。咁展望聽日咧初時仍然有大驟雨，隨後1-2日驟雨會減少。跟住睇下今朝嘅新聞提要。